香港工會聯合會。今期帶大家嚟到大灣區惠州，直擊粵港澳職工交流品牌活動發布儀式，奮鬥15，同心創未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而家係惠州粵港澳職工交流品牌活動發布儀式現場，我係香港工聯會小記者。今日等我隨機採訪各位參加者，睇下佢哋對活動有咩睇法同感受。體驗感啊，非常之可以了解下大灣區就業嘅機會，可以裝備咗自己，或者係可以從中識到唔同嘅人。睇嚟大家都收穫滿滿。咁今次活動到底有咩特別呢？我哋有幸採訪到香港工會聯合會副會長曾志文、副理事長邱佑成，聽下佢點講。2026年嘅千人會灣區將以奮鬥15，同心創未來為主題。我哋將繼續組織約1000名嘅工會義工同埋青年朋友，能夠深入去廣東省11個城市。我哋除咗會讓大家睇到各城市嘅面貌發展之外，我哋亦都會加入咗10份路線，針對各行各業嘅發展，能夠去體驗到呢啲行業喺灣區嘅快速發展，希望激發我哋青年人嘅熱情。咁我哋都希望香港嘅職工咧都能夠咧更好融入大灣區，咁啊以至到咧透過8000萬工程咧，係無論係對於佢哋係認識國內嘅產業鏈啦，又或者係一啲特色產業裏面咧，可以更加了解咧國家嘅發展，以至到咧中國歷史文化等等嘅一啲情況。結合剛才嘅分享，今年千人會灣區將圍繞奮鬥15，同心創未來開展，透過地市走訪、產業實訓，配合8000萬工程，助力香港職工認識產業、拓展發展空間。而今次惠州活動，正正係現場發布4大粵港澳職工交流品牌後嘅首場落地體驗活動。未來香港工聯會將持續推出多元化、豐富化粵港澳職工交流活動，陪伴香港職工扎根灣區，共創未來。我哋下一站再見。